拿不动。哎啊，哦，卡顿，这个是脑筋急转弯吗？他很顺了。哦，谢谢。也有个谢谢。個傳統習俗嘅係，係。如果係有個你係咩動搖啲事？你係學傳統戲哦？我係學傳統戲，我係12歲就去到戲劇學院，過15年生，就大學教大到大學畢業。哇！係個一樣就看到冇嘅係啊，佢較高，最大概咧，本係較高。因為佢因為看到我嘅身高就低，就較矮，就細不嚟。小小。像我去甲迄做阿丹呢，因為我做強衣發但不過我係一天會做較高，用嘅發筒配人對戲嘅時間，這樣做嚟對嘅戲來。不過你也如係定制誒，咩模貼片定制就。給小個子如果按高嘅呀，基本嘅高度，就唔買嘅時間，做得本就講幾多公分，佢較高嘅你就唔使買按高，跟捱吧就直接講本嚟最高嘅。跟住做嚟天高，你會買嘅色毛啦，做嚟切架線。都有幾多嘅細沙，也就用色嗰些。按當初係好看傳統戲，當然唔係，但係我喺上映好看啦。幾少啦？嗰陣時公司採訪嚟喺台北出世、台北台嘅聲音嘅，你看嚟去接觸到傳統嘅戲劇，因為台灣嘅台戲就啲桃竹苗嘅片啊，我看電視啊，看嘢嚟就會做台戲嘛。佢其實佢用時係過社會時節，因為我當好有啲啥姐姐，跟我姐姐就同我讀書，跟我去架同姐姐來比嘅話，就係看我嘅聲音嘅。不過我從細到大就靠好唱歌、好表演，用時媽媽就說：姐姐按腔啊，因為從來姐姐就出嫁北一女又真子太好，就按腔誒小妹呀，脫書就按行會，跟妹妹按勇敢賽，就懂手力啦。我覺得也是，就是看怎麼樣的小孩就適合怎麼樣的教育，高幼跟豐盛。用時媽媽就講：跟你愛去拖嘅去學好嘢冇，用時我講我當然冇愛啊，因為愛大學教當辛苦。後來佢就想講，幾次看來，佢就先推我去看亞台戲。我印象中陳凱嗰種時嘅出亞台戲，還是我的國中的主修老師之後老師，陳之後老師。嗰種時我看嘅出就很多郭華郎買胭脂。嗰種時因為我細細嘅時就可以嚟看奇怪嘅聲音嘅，我看唔好同聲音教，我就看好錯啲嘅變點點嘅。我就開戲嘅時，從頭到尾就冇離開嘅燈嚟就勁嘈嘅。不過其他聲就走來走去，因為上海有同類買煙囪啊、乜嘅啊，有七八好色嘅東西。唔咁紅起來，係感覺幾好看。我就知道懂奇妙，唔是看過，我就一直其實我當時咩唔係真人看嘅事，我就看夾一面，還有看夾一樹，就是一個部位一個部位慢慢看，就會。還蠻有趣，就是用研究跟諷刺，啲研究啦，好奇心嘛。後來媽媽就說：你做定呢，佢做嘅定呢。嗰時我就講緊你去考試冇，我講冇愛，佢就只講，佢就講佢冇聽錯考唔到啊，因為我是懂到你會考，我就好啊，我就考不能看，就考到嘞，就偏高一嘞。